认真听到文旦的故事，吸收知识。台南市麻豆区北实国小举办实农教育课程，结合当地农会，和学生及家长认识文旦产业。那很感谢我们教育局之外麻豆农会鼎力的相助。今天来到这边，我们的孩子学会许多柚子的相关知识，从我们农业生产环境到我们的消费健康，甚至到我们在地的饮食生活跟文化。实际行到加工厂内，了解文旦是如何分级、做甜度检测。麻豆农会规划一系列课程，让大家拢会当亲自体验到文旦产业的多元面向。那今天来自现场的不只是我们北市国小孩子，他这是来自于各地区的家长跟孩子一起来麻豆做一个食农教育的体验。那我们透过这个新馆的成立，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无感的体验。对文旦的生长环境到销售管道，让学生行出教室，学习到台南各地区的农产知识。教育局嘛鼓励各校发展符合在地教育路线。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